神學院畢業生對聖經嘅睇法。咁我哋睇下呢間神學院係叫咩名？叫富勒神學研究院。佢英文名叫做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。雖然呢度講話神學院咧，其實佢係提供碩士同博士課程嘅，都係研究院，所以佢應該係叫做富勒神學研究院嘅。咁佢位置喺洛杉磯，即係美國加州嗰度啦。咁就係1947年有一個佈道家，佢本身係個牧師，叫做 Charles Fuller 設立嘅。咁最初咧堅持聖經完全無誤，聖經係冇錯嘅，完全冇錯，100%冇錯嘅。咁後來咧就神學院咧內部信仰上咧逐漸顯出分歧嘅睇法，喺1950至1960年代啦。咁咧就有人咧就採取呢個聖經部分有誤啊，喺信仰同埋生活上無誤，在歷史與科學上有誤嘅立場。咁到1962年咧，喺教授同董事聯合嘅退休會上咧，董事會認為唔需要堅持學校原先嘅保守信仰。咁跟住咧，堅持聖經無誤嘅董事咧同埋教授咧相繼離職離校啦。咁 David Hubbard 喺1963年咧接任院長。咁咧呢個神學院咧越嚟越中立化啦，修改信仰告白，將原有嘅聖經無論整體或部分都沒有任何錯誤字句除掉。咁咧嗰間神學院嘅教授咧 Paul Jewett 咧喺1975年咧出版咗本書叫做《Man as Male and Female》。佢話咧使徒保羅論到妻子要順服丈夫時，保羅錯咗。嗱，我哋睇下有咩經文講話妻子要順服丈夫，就係以弗所書第5章啦22節，你們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，到24節重複一次，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。彼得前書3章3節，你們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。哥羅西書3章18節，你們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。提多書2章5節，順服自己的丈夫。嗱，講到係呢幾節都係講到妻子要順服丈夫啦。咁所以呢個作者話保羅錯咗嘅。咁呢件事咧引起軒然大波。咁因為此乃表明聖經在信仰同生活咧方面都有錯嘅。咁跟住咧學校成立呢個特別委員會處理呢件案件咧，佢嘅結論就係學校容許不同看法，唔需要採取任何懲戒行動，此即中立化嘅明證。嗱，到咗1985年咧 ，George Marsden 寫咗一份報告書啊，佢就話1965至67年畢業嘅校友咧，相信聖經完全無誤咧，只有25%。嗱，只有1/4嘅學生就認為聖經完全冇錯嘅啫。咁相信主耶穌基督是得救上天堂嘅唯一盼望，只有47%，即係唔夠一半嘅人相信耶穌係上天堂嘅唯一道路。嗱，我睇下咩經文係講呢樣嘢嘅。使徒行傳第4章12節，佢話：除他以外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嗱，他呢個係指耶穌基督，佢呢個話咧都係淨係耶穌基督先係上天堂嘅唯一道路。咁跟住咧就係James Hunter 呢個人咧喺1982年咧亦都作咗呢個福音派神學研究啊。咁佢話富勒神學院喺當時嘅在校學生只有15% 相信聖經完全無誤。佢仲少過上一次啊，即係佢哋
得15% 係好少人相信聖經完全無誤嘅。咁今日嘅富勒神學院呢，繼續高舉新福音派嘅大旗，成為中立開放派嘅大本營。而家呢已經冇堅持最初嘅聖經完全無誤